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今日想同大家聊表一下一個關於決斷嘅故事。喺生活入面，當兩個人嘅志向完全唔同嘅時候，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？故事發生喺東漢末年，當時有兩位讀書人，一個叫管寧，另一個叫華歆。佢哋本來係一對非常要好嘅朋友，每日都會一齊喺田裏面耕作，一齊喺房入面讀書，感情好到形影不離。有一次，佢哋喺田度鋤地，掘到一塊金子。管寧當佢係普通石頭繼續鋤，華歆卻執起來睇完先放低。又有一次，出面有高官坐住華麗嘅馬車經過，管寧依舊專心讀書，但華歆就忍不住放低書本跑出去睇。管寧見到咁樣，就用刀將兩個人坐住嘅草席割開，話彼此唔再係朋友。呢個故事就係成語一刀兩斷嘅由來。他話俾我哋知，當發現彼此嘅價值觀唔同，果斷地切斷關係，先係對大家最好嘅選擇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